大家好，又係我 Brandon Poon 啦。咁今日咧就係做142嘅巴士駕駛報告嘅，咁就係做往白鴿村嘅方向啦。咁我要做嘅班次咧就係下午6點正由陽光碼頭開出嘅班次啦。咁首先喺陽光碼頭就冇人上車嘅。咁喺陽光碼頭開出之後咧，我哋就轉右去步兵路啦，然後再轉右去陽光路嘅天橋。離開咗天橋之後咧，我哋喺6點02分抵達咗陽光站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2位乘客，總客量嚟到2位嘅乘客。跟住我哋就會轉入去陽光站內部通道嘅呢一邊啦。咁咧就要入閘嘅。咁出咗閘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接駁南環路，跟住再轉左入去 M Infinity 嗰邊嘅。我哋喺6點03分抵達咗 M Infinity 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就上咗8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10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就會轉咗翻出去南環路啦，然後再喺1分鐘後，下午6點04分抵達咗南環文化區公園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冇人上車。跟住再喺1分鐘後，下午6點05分抵達咗中業隧道行政大樓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9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19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都係繼續沿住南環路去行駛，再喺1分鐘後，下午6點06分抵達咗中環南嘅巴士總站。呢個站上咗2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21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會轉左去中環西路，轉右去陽光路，再轉右去南方路。咁我哋就抵達咗南環坊嘅巴士站啦。咁我哋都係喺6點06分抵達咗南環坊嘅巴士站。咁我哋都係喺6點06分抵達咗南環坊嘅巴士站。咁我哋呢個站咧就上咗4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去到25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就會轉咗去中環路，跟住咧就會到達咗強山街市嘅巴士站啦。呢個站咧就上咗14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39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就會透過迴旋處轉咗去中環路，再轉右去斐特路。跟住我哋就喺6點08分抵達咗中野街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咧就上咗4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去到43位嘅乘客啦。跟住咧我哋就會轉右去亞特路，再轉咗去亞凡路，再喺1分鐘後，下午6點09分抵達咗新紀元中心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13位乘客，總客量去到56位嘅乘客啦。跟住我哋離開咗新紀元中心嘅巴士站之後咧，就會轉左去兵旗路，跟住就上天橋。落完天橋之後咧，就轉右去中間道，跟住再喺6點10分抵達咗雀鳥橋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咧就上咗15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71位嘅乘客啦。跟住再喺6點12分抵達咗北環中心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39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110位嘅乘客啦。咁我哋離開咗北環中心之後咧，就會再行一段嘅中間道啦，然後就會直駁紅地磚，跟住再轉咗去月亮繞道，跟住就喺2分鐘後6點14分抵達咗北環轉車站北環站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10位嘅乘客，總客量咧就嚟到120位嘅乘客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再跑一段嘅月亮繞道啦，跟住就會抵達咗西區海底隧道轉車站嘅巴士站啦。我哋再喺1分鐘後6點15分抵達咗西區海底隧道轉車站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咧就上咗11位嘅乘客啦，總客量咧就嚟到131位嘅乘客啦。咁可以見到咧，去到西隧呢一邊咧就已經成架車咧整晒閘㗎啦。咁我哋就跑一段嘅西隧啦。咁離開咗西隧之後咧，我哋就會
轉左去橫貫公路啦，跟住再轉左去時間里，跟住再轉左就去白鴿島海傍路，咁就會到達咗時間路嘅巴士站啦。呢個站咧就上咗12位嘅乘客，落咗46位嘅乘客，係全條線落得最多嘅巴士站。咁總客量咧就嚟到143位嘅乘客啦。咁離開咗呢個巴士站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再行一段嘅白鴿島海傍路，跟住再轉右去銀行里。咁我哋就喺6點19分抵達咗銀行大廈嘅巴士站。呢個站上咗36位嘅乘客，落咗6位嘅乘客。而家總客量咧就嚟到179位嘅乘客啦。咁我哋咧就會轉左去白鴿道，跟住就喺1分鐘後，下午6點20分抵達咗三哥大廈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咧就上咗8位嘅乘客，落咗8位嘅乘客。咁總客量咧就去到187位嘅乘客。跟住我哋再繼續沿住白鴿道去行駛，跟住再轉左去白鴿山街，跟住再喺2分鐘後，下午6點22分抵達咗白鴿山嘅巴士站。呢個站咧就落咗64位嘅乘客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再轉翻去白鴿道，跟住我哋就喺6點24分抵達咗白鴿村嘅巴士總站。呢個站落咗56位嘅乘客。咁全程行車時間咧就係25分鐘啦。咁我有考慮過啦，其實咧，如果都去南環文化區嗰邊咧，咁就係幾嘥時間嘅。如果對陽光碼頭同陽光站嘅人嚟講，所以我建議咧就兜去中環醫院嗰邊，跟住再行南茅涌，跟住就回復翻原有路線就會好啲啦。咁我喺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嘅，CLS 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